天长哈，像經過上一趟討論，大家可能提講，其實到台灣哈，做農嘅人年齡都比較高誒，都平均年齡54歲，都年高班白啦，還在做農啊，但是佢樹業唔係非常嘅安好，雖然政府有一種太天主、SLT 住太天農嘅政策推行今年以來呢，有時份農民投入還咧面臨到同政策上、法令上嘅一條限制哈，因為可能咩實際都安好有進步。改善的空間哈，但是我想請教夏教授，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其實整個的台灣的農民的結構也好，哈，或者農家的家戶所得也好，它看起來都不是一個太樂觀的狀況哈。那我們在談永續發展或談台灣農業 long term 的這個發展來看，我們這似乎是一個困境，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困境？那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這種建議，是您的觀察可以提出來給大家了解的？好，謝謝哈。我想剛才提到那個小地主大佃農哈，它基本上是一個單一化的生產，然後專業化的生產，然後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那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從事農業的人，他可以在現在有一種新的考慮，就是說我根據我個人的條件，我選擇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市場，然後我選擇不同的生產方式。這在以前是比較少的事情的。那這個涉及到我個人的條件，我個人對投入這一行的一個想法，還有我希望能夠產生的一個價值，而不只是價格而已哈。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很不一樣。那另外一種方向，所以你還是認為說要少量多樣化的耕作？其實都需要，在台灣都需要。在台灣的農業是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強啊。可是這個部分必須說，它是一種剛才說的那種單一化生產、專業化生產，然後以整個全球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發展路。對，另外一個面向，其實台灣也需要，那就是對土地友善，然後多樣化的生產，然後它的整個價格啊，或者它的分眾的市場是不一樣的。那這個其實每個農民要投入農業的人，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做不同的選擇。以前可能很少，沒什麼好選擇的。那這個時候也考慮，那我要選擇哪一些作物？我覺得這個都在未來都是不同的組合的。那在過去這個比較少，真的是比較少的一種選項吧。這個是我的一個了解。好，像所提出太天農主要含係希望講所謂擴大農場經營嘅規模啦，哈，用現代化呢，讓所得來提升農業嘅整體嘅競爭力。呢種係希望講企業化、規模化、專業化來經營。係入所提出太天農基本嘅精神。個頭話教授講到，其實少量多樣化嘅生產也係入當創業嘅路哈。唔過無論係用係大量化嘅生產，也係少量化嘅生產，都會面臨一個問題，而賣到哪邊去賣本賣啥？所以品牌行銷通路還是我們農村要面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啊！不管你種多還是要賣出去嘛哈。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我們現場來賓有沒有您在做這個務農過程當中，在這個通路啦或銷售的過程當中，您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或者說您有什麼樣好的經驗啊？做分享，請舉手好嗎？好，這位。我是去年退伍，然後回到鹿野種茶米。我們家的，其實大家。你是第幾代？我看你那麼年輕種茶米。第三代。第三代哦，你阿公是可是種茶米。好。就是現在可能大家的問題都是推銷的問題。如果說把自己的產品推銷出去，就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那你沒有上網去幫你們家曝光一下嗎？有啊，可是外邊網站嘛，除非你打特定的名字才會找得到。就是曝光率，不是說可能我要去台東玩，我可能會到台東的旅遊網站。或者是什麼，它會有一些介紹連結，就是希望說能夠增加我們這些農民那些曝光率。好，謝謝。還有那個鄉親，好了解。我應該是誤入歧途啦，我為宜蘭搬來，當作地這個豆飯真好食，所以5年前投入種地這個行業。你也種茶？種茶。種了5年。種5年，我種7公頃。那不小的投資成本哦。不要講好了啦。不要講，一條不歸路就對了。對啊，在座可能也有在我家採過茶。所以當你第一次採茶，興高采烈背着背包搬了去台北銷售的時候，你4天賣不到1斤茶，
那一种心情。又甲开几啊千箍，心肝足毋甘的，因为我甲某两个咧装卡吼，一个月两个才开2000箍，我哪食到遮大箍啊？甲你开几啊千箍哦，心肝疼丢丢。来回车费还有住宿费就很贵啊。好，所以等于说，您觉得这个通路还是你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就对了。现在通路还是有问题，可是再来就是说，年龄层问题很大嘛。3个欧巴桑加起来才差200岁，再来制茶工厂，我自己盖一家 ISO 2万2的制茶工厂，华东是我唯一第一家。是。制茶工厂制茶师傅的问题。制茶师傅也面临技术断层。断层，年的断层问题。再来就是说，你面临外销这个平台，为什么他们能外销进来，我们就不能打回去外销这个平台？是不是政府公部门能帮我们做一个外销的平台？是不是能办一个产学合作、产官学合作，训练年轻人这一批高中生能出来学做茶？那我想先请教我们副分署长好了哈。2位茶农都提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说产销的平台希望政府能够多帮他们一点点哈。再来就是说这个技术的断层也是一个，不然将来茶园种了没有人采没有人做也是没有用嘛哈。这2个点副分署长有什么的看法？谢谢哈。这2位所提的茶产业的问题主要拢是讲效率的问题，还有另外的讲传承的问题。效率的问题，咱农委会那边嘛就对了安尼全国了种的茶的产业又做特别的辅导这个在任性上记得就讲到咧，农委会嘛就办了种的茶工厂的安全卫生的种的比赛若讲咱若经过安尼农委会咧勘听若讲又达到安尼了种的卫生安全的规定，安尼农委会袂发本给了种的5颗星4颗星3颗星，这5颗星就变成它一个特色了伊若讲就政府就分给了种的几颗星作为识别，记得都在挂一个个工厂头签安尼若就以看起来工厂可就达到了种的卫生安全个厂土的大嘛个厂土，就不是消费者来肯定另外就是讲了产官学者有关师傅传承的问题这一块，那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课题啦。那刚才讲的有一些苗栗农工，他们有一些科系专门有在培养这样的一个传承的工作。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吸引很多年轻人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来学习、来传承。谢谢。我想请教林厂长，就是说，其实台东路也是一个蛮大的茶区，连到花莲啊、瑞穗等等，就是说整个东台湾其实它的茶产业蛮蓬勃发展。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农改场是不是针对，就是说，像刚刚这位先生讲到，这个师傅制茶师傅的传承啊，或者这种建教合作或者这新血轮的培养这部分，农改场有没有看到茶产业这个需要，有在进行这方面的这种培训课程？刚刚各位农友有提到这个茶的这些问题那茶叶改良场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做法，包括一些消费者的教育跟扩充这个部分可能蛮重要的。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有那个农友提到就是说每年在这边举办，比如说那个飞行伞这些，其实大家要好好去想。你既然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如何来吸引人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未来的农业一定是多元性，而且要跟在地跟文化结合才可以来。比如说，有一天来参加飞行伞的人，一定要在鹿尾买1斤茶或者喝1杯茶，能够做到这样，可能产业又会站起来。所以有很多的契机，可能大家互相要去想。要利用这些契机这是我这边来想到的。谢谢。我想要跟呛高现场的详情就说听完台上来宾的发言之后，您觉得说在您实际的种作或跟销售面上，还有哪些困难点，或者说还有哪些您觉得说是可以来提出来做分享的或建议的，请举手好吗？好，那一位先生。
小地主大佃农的事情呢，还是旧事重提了哦。我手上有资料了，宜兰县小地主大佃农全县哦35个，花莲180几个，台东35个。因为怎样？它门槛太高，哦，要9596。9596为什么呢？那9596当初是不是有 WTO 那时候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叫中南部休耕，鼓励休耕？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我说你们协助专家，你们要分开啊。台东没有工厂，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副产品好做，只有继续做农。务农的人比较多。哎，继续做农。你们但是9596，大家为了要生存啊，就继续种稻子。可是刚刚副分处长讲，就是说9596连续休耕只是在承租金上面没有补助，就是非9596休耕的农地还是有可以享有其他的优惠。那是农机补助，跟那个小地主大佃农要参加小地主大佃农没有资格。哦，这要分开。所以您觉得台东要特别出来因地制宜有一个？对，你们都把台东都说哈最后一块净土。你们台北人去赚钱，台东吸收一个新鲜空气，就放个屁就回去了。但是台东呢，台东没有对外发展，没有办法，交通也没有办法发展。一个苏花公路，那个环评的就一直挡。你叫我们农作要往外，第一个运输成本提高。好，所以您等于说农损，还是说针对小地主大佃农这部分，因为台东是很多是种到水稻地区是蛮多的，等于说这个部分可能在承租方这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分处长来考量一下，是我们台东地区有一个比较因地制宜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不是？我是说改天有机会，如果说政策有的时候，多替台东花莲都把它切开一点分，讨论一下啦。好，谢谢您的意见。还有哪个乡亲？哪位乡亲有意见的，请举手好吗？好，这一位先生，我是鹿野地区农会总干事罗新成。那今天晚上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客家电视台的一个村民大会。刚才也听了我们在座很多的，不管是前辈或者是年轻人回到乡下来务农的讲了一些心声啊。那当然，我们的长官也讲了，农会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地区也配合政府做了很多的一个政策的辅导跟协助可是毕竟有一些是我们在这个执行上会发现说，政府的政策利益很好，可是在执行上困难是重重那相对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像鹿野地区也有一些农场地糖厂地，这些甚至连小地主大佃农的基本资格都没有，不是只有租金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鹿野虽然得天独厚可能所有的作物是全台湾省各农会最多样化的一个地区，种类最多样化的。对，它有可能各种作物来到鹿野都几乎是一个分水岭了往关山池上可能它就不能种植了所以站在农会的立场，当然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下来陪伴老人家，然后在这个农村能够真正能养家立业了就是说至少你还要能有一个基本的收入那可是我们发现就是说，以我们台东刚才大家讲的一些问题运输相对运输成本我们现在有一些农产品要透过农会来做运销的每一件可能都要多西部20-30块的一个运输费用那相对就是说大家的生产成本可能东部也不见得会比西部来的低了所以总体的成本看起来对，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政府定的政策都是一国适用可是毕竟在东部事实上它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而后政府在定一些相关政策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考虑到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角色了然后能够定一些就是真的能够照顾到我们东部的一些民众，或者说在修订法令之前，先来听听各位农民的意见。也希望就是说，很多政府的政策真的要让农会来协助配合推广的时候，是
不是出去让人家骂的哦，是真正让农民感受到政府的德政啊。这是我们站在基层的一个这辅导单位哈，我们配合单位，我们会觉得说，政府有时候画了一个饼，可是这个饼有可能是吃不到的。那以上在这边做一些说明，谢谢。好，感谢总干事的发言哈。我想最后我们整理一下台下乡亲的发言，也请台上来宾做结论跟回应啊。说副副署长，你先开始来讲好咧哈。大家对啊小题主台田农哦，还有动到迄种诶，因为讲利益良善，毋过程度记得诶，因为可能都是唔到诶优惠哈补助嘿。我之前就讲过咧，小地主大电农个前提个天意系物件。哦，记得讲，休港诶，休港你路人甲去无法度做个提，你哪里做？毋是讲你移票，国有财政局个提，也是讲推通，也是好，还是退伍会个提，你种个提本来就是国家个提咧。哦，你票你都讲，到我等小地主大电农个目标无一致啦，吼，所以两点，还会讲安尼陆家乡的乡亲。能够了解哈，了解小地主大电农他的精神跟目的跟对象很嘛改哈，所以那特别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好，感谢副分署长哈。那接下来请教我们的林厂长，就说针对今天乡亲的发言，您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回应？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哈，我只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年轻人哈有机会应该要回乡来服务哈。从农这条路虽然辛苦，但是实际上你好好去做，还是能够安身立命。刚刚我们举到那个水稻的收入是比较低，没有错，相对于其他，但是其他的产业有一些收入还是蛮高的。刚刚我们教授也有提到，多样化是未来要走的一条路啊，大家可以慢慢去想这件事情。年轻人，唯有年轻人多多回乡。农村才能够振兴起来，政府也规划了好多的方案哈，在推动，大家要互相来配合。好，我最后就讲这样，谢谢。好，谢谢。那我想请教夏教授，是说，今天我们就是来到台东路也开展希望说，看到他的农民的这个平均年龄相对是比较年轻的了哈。那我们希望说，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务农的环境，不管是这个资金的支持也好，或者技术的支持也好啊，那这个。让这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来服务。那其实农村有很大的能量，它可以让所有人在这边得到很不错的一个发展啊。那您怎样来看说，目前这些有利的环境的建构上面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或者说这是观念的部分呢，还是说政策部分？那您的观察跟您的结论是什么？谢谢。未来的农业生产除了技术、除了销售以外，其实还需要创意。农业变成一个是有创意的产业哈，生产上又有创意哈，行销上还有创意哈。我想这件事情对年轻世代来讲，它是一个挑战，可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哈。我们总不能把农业当成一个长期政府的一个补贴的产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农业就是一种其实是依赖的哈。可是我们觉得不是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作物哈，农业的生产哈，它根本不用政府来补贴依赖，可以自己在市场上面有非常好的竞争力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是靠生产的一个创意、行销的创意，我觉得啦哈，这个是我们未来台东农业发展其实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啦。好唐太您台下乡亲嘅发言并台当来宾嘅回应，希望像出面台飞嘅7月份农业内列都見喺 T30嘅，因今日討論到係講，係咪後生人做嚟轉到農村嚟經營農業嘅生產？佢從討論你看到，無論係你嗰種嘅後生人嚟進入家鄉做農時嘅，面臨有乜困難並挑戰，還有幾多心態上面嚟調試，係咪政府嘅政策當不對嚟支持幾多？無論係技術嘅支持、資源，也係講資金成本嘅嗰種嘅補助，也係講提供佢哋較好嘅貸款嘅條件，也係講其實幾隻你沙飛嘅概念嚟上到講，其實農業嘅從業成本同高、風險同高，但唔過也是知識密集嘅產業。新嘅後生人提議係咪像教書講做嘅嗱嗰種創新的部分嚇，嚟帶入來為整個農村注入活力嚇。像你係就大家做嘅共同努力達標嘅方向，也感謝很多鹿野地區很年輕的農民願意回到你們家鄉來務農，雖然各自回鄉務農原因都不一樣，但是都感謝各位對台灣土地貢獻的一份心力哈。下禮拜農業內嘅嗰種相關報道呢，有請到農委會主委陳寶基，就請您嘅
陈主委呢，就按用伊呢农业嘅他嘅问题、他嘅方向，提出其做农业会主委佢嘅想法，并加观察韩国佢未来嘅达标目标係乜嘢。那請持續收聽村民大會，感謝大家，祝大家安子世再會。謝謝，謝謝。